本来我想回去了，再找个机会跟你说。既然你都来了，我就等不了。这是什么啊？这上面什么都没有。等我一下。我送你的3封情书。粉色，情窦初开的小女生都喜欢这种颜色吧？那时候小男孩是不是都这么写情书？我那会儿学楷书。你说你是11班的从容，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我是9班的温少卿。你就转学走了。白色，上大学的女生是不是都喜欢这种颜色？女生的白裙子，男生的白衬衫。上大学那会儿，我学情书。如果我们在大学相遇的话，我还算你师兄呢。师兄跟师妹不是一向都有奸情？上大学，自识读了几本书，所以连表白也书卷气十足。银灰色，成熟，稳重。做了医生，病历写多了，就用了医生的惯用字体，草书。到了现在这个年龄，如果再写情书的话，大概就不能酸溜溜的写什么情啊、爱啊的了。有担当的男人，该给女人是一生承诺。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啊？上次你不是说，希望有喜欢的男生给你写情书？我以前就想啊，如果被喜欢的男生送情书，一定很冷。别看了。所以你答应我，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喜欢就是喜欢，又不是逻辑推理，非要一步步推算出来。不急，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答案。通知，沟通了，我们赶路了。那你小心点啊。